最近美股 AI 板塊大洗牌，當中最具話題性嘅咧，一定係大數據嘅龍頭 Palantir。佢嘅股價咧由高位200蚊美元啊，但跌咗大概40%啦。最近咧跌咗落去125蚊，去到145蚊嘅區間水平。但好多人都會問 AI 神話喂係咪玩完啊？但係對於我嚟講咧，呢個咧絕對係一個黃金入市機會。過去3年升到超過10倍啦。雖然而家咧出現咗大幅回落，但拉長遠嚟睇，但目前嘅價格咧反而係非常之吸引嘅。今日咧我就會同大家拆解下，點解我對呢隻股票咁有信心，甚至乎連我嘅偶像木頭姐Cathie Wood 都瘋狂咁留底啦。首先大家要釐清一個概念 ，Palantir 咧絕對唔係一般人玩嘅 ChatGPT、DeepSeek 佢係一套 AI 嘅基礎設施嚟。佢嘅 AIP 平台咧深度咁陷入咗美國國防部同埋各大企業嘅供應鏈啊。但第二個亮點係佢嘅基本面迎來咗好大嘅拐點啊。以前大家覺得 Palantir 靠政府單值老本，但係最近幾個季度咧，佢嘅商業合同收入咧已經正式超越咗政府訂單啦，咁樣代表佢成功轉型，變成咗主流嘅企業級基礎元件啊。Palantir 嘅年收入增長係超過70% 嘅，同時咧營業嘅利潤率係高達40% 以上。喺美國科技巨頭入邊咧，可以同時兼顧極速增長同埋強勁現金流嘅公司嚟，真係少之又少噶。之後我講下點解我對 Palantir 咁有信心，因為我自己平時都係參考木頭姐講嘅投資策略。喺呢次暴跌當中咧，木頭姐嘅 ARK 基金不但冇恐慌性拋售，反而選擇大手咁增持。一隻股票喺3年內升到超過10倍，經歷咗40% 嘅健康回調，其實非常之合理嘅。但目前雖然佢高達咗200倍嘅 PE， 好似好貴，但係當年嘅 Tesla 都係一樣嘅，擁有咗壟斷地位同埋強大現金流嘅公司，市場自然會俾極高嘅日價。只要基本面冇變，長遠咧睇呢個價位，其實都係好具吸引力噶。我個人咧會將 Palantir 咧長遠目標定喺250蚊，當然投資有風險。今次我亦都唔係一個投資建議俾大家，純粹我個人嘅興趣分享嚟嘅。大家入市前記得做好風險管理啊！